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6月28，旧历的5月26，礼拜五。三军六校毕业典礼早起伫高雄陆军官校举行，蔡总统嘛以三军统帅的身份来参加。因为去年蔡总统就是去参加三军六校毕业典礼时阵，伫北投国防大学的大门前去互年界团体抗议。去年的毕业典礼嘛因为封街来遮民怨。今年的状况如何呢？咱做伙来看。总统蔡英文到陆军官校三军仪队列队，和蔡总统进行教官，率来行入大礼堂，带所有毕业生唱国歌。108年度三军六校联合毕业典礼，今年伫陆军官校举行。蔡英文总统嘛以三军统帅身份出席，同时勉励毕业生。面对国际局势的变化，还有中共在区域内频繁的军事活动，我们要守护主权，维持区域的和平稳定，就要靠坚强的国防。我要再强调一次，和平靠国防，和平靠国军。过去2年，蔡总统因为年金改革以及封街参加毕业典礼被抗议，不过今年场内外特殊拢真好。另外，为美国空军官校毕业的刘宪赫，今仔日嘛受邀参加。看到伊伫美国毕业典礼迄一天，伫司仪讲到台湾的时，伊站起来将中华民国国旗摕出来，这个客户台湾人拢感觉骄傲甲光荣。伫陆军官校这场联合的毕业典礼，蔡总统后来嘛甲所有毕业生做伙翕相。三军毕业生代表嘛送100度给总统，嘛伫所有人欢呼声中欢送总统蔡英文。